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仔日要讲的俗语是“天公疼憨人”，意思是天公伯疼惜老实正直、心存正念、无心机的人。二公900年50岁单纯美，有人请照顾一阵狗，一个月薪水1万外块，想不到因头家后来呢，因为车祸受重伤，佫失去记忆，伊唔甘200外只狗无人照顾，就算无薪水嘛，继续伫做，甚至借钱饲这个狗。亲戚朋友拢认为讲有够戆，伊讲。戆人有戆福，做善事的人，天公伯拢看在眼内，会照顾好人。像著专家讲，这个朋友做人天性真单纯，真好斗阵，较好互人骗去。这个金牛做人工作真认真，真负责，也不想过老实，较好做白工。双鱼做人热心助人，佫真善良，真诚待人，却是时常会吃亏。是讲嘛无要紧，就像今日所讲的俗语：天公疼憨人。